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要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感谢天父，互咱伫今仔日的日子，会当大家聚集伫遮。今仔日就是咱敬拜上帝上好的时间。咱大家三角聚集，就有上帝丰盛伫咱的内面，上帝医治伫咱的内面，伊的快乐嘛伫咱的内面。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咱看到边仔的兄弟姊妹来到伫咱的中间。咱就心就充满喜乐，因为这个喜乐就是对上帝来，咱要来到伫伊面前来敬拜伊，用咱的嘴，用咱的心，用咱的专人，用咱的手来敬拜伊。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咱这个人就是为着要来敬拜伊。感谢主，我需邀请咱起立，咱起立，咱要来敬拜俄勒咱的上帝，因为伊是至大。尊贵荣耀的上帝，阿门。阿门。邀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咱来用敬虔的心来邀请咱的圣神，哈利路亚。咱三角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互咱有第八句的时间来甲圣神讲话，来甲圣神祈祷，求圣神充满伫你的内面。互你伫今仔日的敬拜，今仔日来到伫教会，你完全无落空，因为你空空来，被饱饱倒转去。哈利路亚！感谢俄勒主，感谢俄勒主。当咱伫遮敬拜，当咱伫遮。听到牧师的分享，对圣经内的话语，咱要分享出去。毋那咱得到快乐，
咱厝里的人嘛要得到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备办好，咱就是要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咱三甲来祈祷来。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你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死，要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你即时你来甲隔壁的人，你来讲，伫上帝是满有快乐的，弟兄上帝是满有快乐的。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人做袂到的，伫上帝，逐项拢会，阿门吗？阿门。咱做伙来迎。哈利路亚！甲你记的人讲，有耶稣同在，烦恼无过来。有耶稣同在，烦恼无过来。哈利路亚！
咱做伙来到主的宝座前，大声来宣告。耶和华是咱的牧者，咱无欠亏。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落伊。无家的是为你，每一个为这因听因传，你是用因家的心君王，你是我开力泉源，天关山，我要学路天山高，我要学路我无惊。步步行行，有你甲我同行。真情百岁的声，有你的同在我。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你我说，我要学了你所讲，我要学了，我无惊惊，无多惊惊，有你甲我同行。你我说，我要学了你所讲，我要学了。我无惊惊，无多惊惊，有你甲我同行。咱举起咱的双手，不管伫关山、伫山谷、伫海边，伫任何一个所在，我拢要学了无惊吓。无多惊惊，有你甲我同行。亲爱兄弟，咱自美国的大选了后，咱看见川普这个总统连边就要就任，因为伊选着了后，即马国际的情形，咱知影充满着一款的动荡不安。咱唔知影倒一个国家，因为这个川普总统起来了后，伊的政策怎样，伊的生理人的性格会造成全世界的情形怎样，咱拢唔知。总是咱有上帝通倚靠，人的变化，上帝永远袂改变。阿门吗？咱台湾唔是要靠倒一个国家，咱台湾是徛在伫上帝国。阿门。所以咱徛在伫台湾的百姓，因为咱有耶和华上帝正做咱的主，咱所信靠这位主就是上大的万王的王。阿门。所以咱要为着咱的台湾，为着国际的情形来祈祷。现在所有国际情形，不是川普说了算，是咱的上帝说了才算。阿门。所以咱正做基督徒的咱，一定要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伫咱的心内面，就是倚靠咱的上帝，不管什么款的局势，咱拢徛在伫上帝面前。阿门吗？阿门。坚固咱的信仰，保持咱对上帝的信，互咱正做伊欢喜的百姓。上帝是要祝福伫咱台湾。阿门。这个时无需要请咱举起咱的手，咱的正手，为着国际的情势，为着台湾，求上帝保守，互咱无进入迄个战争，互咱进入去平安安息的内面。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平安伫台湾，主啊，你要保守。主，你讲，但愿无抵到灭亡，是因为上帝你的恩惠，是因为上帝你的怜悯，不是阮人的高，嘛不是阮倚靠什么人，倚靠家己的财势。主啊，阮伫这个世代内面，阮看见整个的世代的改变，已经比过去20年前。迄个速度愈来愈紧，迄个改变唔是超过阮所会当有了的。但主，阮看见现此时国际的情形，主啊，好亲像真济的共产国家一直要集权起来。主啊，阮知这个世界宇宙是你所创造的，
主所有这个正情虽然出伫人，但是阮知一切智慧拢是要出伫上帝你。主啊，阮为着世界来祈祷，求上帝你特别来帮赞这个川普总统。主，求你将你的智慧甲你的灵敏放伫伊的内面。主啊，因为伊是你的百姓。主，阮为着川普总统来祈祷，互伊过来伫面对整个国际的这个关系时，互伊毋是靠着家己的气力、家己的熬。主啊，求你来帮助伊厝边、伊身躯边这的无聊。主啊，出伫上帝你的透过基督徒对主你的信来劝勉伊，来提醒伊，互伊所做每一个决定，毋是要互人欢喜，乃是要互上帝欢喜。主啊，你也保守阮台湾，虽然阮的台湾一细粒啊，总是上帝你保守到担。我嘛相信上帝，你未来嘛保守阮全台湾所有的百姓。主啊，阮是一个单纯朴素的百姓。主，阮敬拜你，阮侍奉你。主，但你也要祝福阮阳光教会，真做台湾的祝福，互阮透过每一天不断的 RPG， 阮知阮出伫心底对上帝求救，你就要听阮的应允。主啊，因为你讲，阮若求。城内就要得到平安，国内就要得到顺利，因为主这是你予阮的应允。上帝，阮甲台湾交伫你的手，你的确听阮的恳求，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举手来阿乐咱的主，伫上困难的时就是阿乐上帝。相信上帝要保守咱无？阿门，阿门。咱毋若顾家己的事，咱也顾国家的事，顾国际的事，因为咱拢是上帝的百姓，拢是徛做伙的，所以咱一定爱透过祈祷，求上帝保守咱台湾，嘛保守你的家庭，保守你的后代。阿门吗？阿门。咱的儿乐。非常的水，咱将这个普话声，搁一摆大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听这，听这，听这。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9节甲23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9节甲23节。咱坐声来共读，请。我是自由的人，无受人束缚。毋过，要想着得到搁较侪人来信主，我成做正人的牧民。第23节来。我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目的要甲人分享福音。圣经读到这，愿咱拢做福音大赛吼，福音大赛。好，这时咱要来请本堂周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论基督徒的自由，尊贵甲卑微。论基督徒的自由，
尊贵甲卑微，咱请周牧师。现在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直接甲大家做来敬拜上帝。我感觉这是1个月前的代志总是感谢主带领咱互咱无论伫国内国外的兄弟姊妹，拢平平得到上帝的恩宠伫平安，伫有信心的下面活出基督的香味来，这是一个极水的一个事好。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只手，咱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感谢主，咱会当直接透过吟诗而乐将咱的所有对上帝的尊重来表达出来，这是真好吼。特别咱的教会拢有新的歌会入来咱无论台语还是华语，咱拢会当来学习互咱无论伫传统的诗歌还是甲现代诗歌，咱拢会当做伙对年长到少年的到囡仔，咱拢会当做伙吟诗来敬拜阿拉上帝这是一个合一作水的一件代志吼。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会当安尼来吟诗而乐。今仔日要透过这段经文，咱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尊贵加卑微。基督徒的尊贵加卑微。感谢主咱牧师甲咱的台北中会的牧者大概牧师娘拢总阮有大概有24位然后佫包括有19位的长执也是信徒，阮会当做伙去到伫德国的所在去遐来看马丁路德伊当时宗教改革的时阵的情形，到即马所留落来这个历史的文件，也是讲这个行过的脚业，我感觉得到真济的一个激励。我相信这是上帝听咱世界也透过马丁路德伫天主教的这款的腐败的下面，伊成做一个神学教育家，成做一个神学博士，伊重新好好来思考，面对着家己遐个罪恶，也是讲遐个无法度努力达到，感觉会互上帝满意的伊伫家己的生命的即个反省内面去找找真理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嘛。感谢上帝，互咱台北中会我会记得25年前来到伫咱永光教会咱永光教会属伫台北中会真常常着听到咱的这个长辈的牧师讲台北中会是首先的中会啦头我伫听感觉怪怪，较会家己讲首先的意思是啥物意思？恁敢知？台北中会是首先的中会，意思就是讲台北中会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面23个中会内面上介好的一个中会啦。安尼意思就是首先的中会。头我听怪怪的，讲靠安尼家己在包装家己的包装家己安尼。总是后来伫即个25年的过程内面，有看到就是讲咱遮个信仰的前辈所留落来好的典范伫中会内面，伫教会内面，咱要去敲找上帝的心意，要安怎透过即个组织的结果来帮助每一间教会伫中心伫牧者的下面会当有真好的栽培陪伴通互咱的中会伫教会内面看见上帝的祝福伫咱台北中会下面这是事实。所以我感谢主，我会记得伫咱的中级训练会内面咱的中级训练会的参加的人数，有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有的中会内面人数上济啦，有当时到300-400个呢，哇，真正是真特别所以这就会当看见教会各教会的对中会的合一对中会的期待嘛，伫即搭遮会当来展现出来。以我本身来讲，我嘛感谢主伫2000年来到咱永光教会后来伫2006年就有机会去到伫洛杉矶有一个短期的一个进修。
就是旧金山的两个教授，一个是讲道学的，一个是礼拜学的。透过3礼拜的时间，伫迄搭遐甲阮来分享，因为遮牧者咱台北中会牧师去到遐，拢是现场伫牧会的牧者嘛，吼，就伫迄搭遐来讨论，透过即个遮的旧金山的神学教神学的遮个老师来教课互相伫迄搭遮来提醒、来帮衬。对阮来讲，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机会会当伫牧养的现场，佮会当有在职的训练。嘛感谢主，伫2019年有机会台北中会佮办去土耳其、去希腊来去看启示录7间的教会。嘛去到伫博摩海市来看老约翰怎样当时伫迄搭遐，互人软禁的时阵，总是伊伫迄搭遐来领受异象。来写出启示录对历史、对世界、对当时，拢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就伫迄个即马迄个博摩海市遐就是一个修道院，伫修道院内面就买100图，迄100图就是伫描写老约翰怎样伫梦中、异象中来亲自得到上帝的启示吼。这嘛感觉真有意义。嘛感谢主，伫旧年会当去希腊罗马去看保罗宣教的一个遮的旅程。所以我会记得旧年回来时阵，牧师大概用6礼拜到7礼拜的时间，甲咱大家做伙来行一摆，有无？哇！这来讲，这互牧师重新个学习了以外，我相信对咱来看会当更较清楚，原来记载伫圣经的。拢是事实的事，阿门。拢伫历史内面会当去敲找印证到的哦。所以，互咱知影，咱所信的是真个活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阿门。这位上帝若毋是历史的主宰，安尼可能甲咱一点仔关系都无。因为咱深信伊是历史的主宰，所以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如何，咱就因为知影过去伊所做的。就确定这位上帝是何等疼世间人的上帝，所以咱就会当将咱的家庭、咱的身躯所有一切，拢会当来交托给这位上帝。安尼好无？安尼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哦。所以感谢主，今年会当去到伫德国来去看马丁路德的路径。这条德国的路线实在是也无简单啦吼。牧师要用一个。100图吼，一个地图来互咱看。所以咱感谢主，咱台北中会事实是一个首先的中会，因为无有一个中会，对于牧者的即款的栽培、中级的栽培，遐得用心的，袂有啦吼。这是真正中会其他的中会的牧师做欣赏的一件代志，都是感谢主。阮伫台北中会若是有牧会5年，就有一个机会会当来参加这在职的训练靠伫国外来了解，一定甲咱的信仰、甲咱的牧会有直接关系。哇，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吼。好，来当然即届咱感谢主，就是咱中会指派咱的潘牧师来做团长的工作啊吼。本来。阮是无按算要去的吼，后来感觉讲，既然伊应该是爱受托来做团长，最后阮决定讲，也是爱来去吼，也是爱来去即抓，因即抓嘛毋捌去过，所以感谢主咱就知影咱潘牧师足用心，伫遮下伫做领导的工作无论是遮要集合要安怎时间大家拢袂当误着吼，每一日的早起，迄个早倒伫车顶上车了，因为每一工上车了，最少就是1.5点钟、2点钟的路程坐车了，有可能爱行几点钟了，甲搁坐车去到别个所在。所以就有迄个机会每一日拢会当安排成根每一日伊拢会安排一个牧师娘做开车的祈祷以及等下到旅馆要休困搁另外一个牧师娘爱负责祈祷安尼这牧师娘头是讲因营无代志对即摆第一个排着了，因感觉讲哎哟
真正牧师娘爱祈祷呢吼。第二个开始吼，因就人有准备啊。因为安怎？因为祈祷的时阵，拢坐伫阮，拢来爱伫阮来听啊嘛吼，爱摕麦克风，迄是有限的，吼。就看因甲手机开出来，就照因准备安尼祈祷吼。安尼嘛真好吼。大家去，拢做用心无论安怎安排调度甲即个即领队的调度、导游的调度拢有真好的沟通。所以事实真侪人、真侪牧师甲咱潘牧师甲咱学乐，表示讲伫过去咱所办的几届内面即届，咱即个团长真正安排了真好势吼。当然伫即个灵修的内面潘牧师就拜托我来安排吼，我嘛照安尼来安排13天的透早的灵修这个资料。这是大家合作为着要互即个团会当合宜，而且会当伫即个过程内面来荣耀上帝吼。所以感谢咱的主，感谢咱的上帝吼。用工人来出马，绝对是安那，是无简单的啦，对无吼？感谢主吼，甲荣耀归互咱的主，咱的上帝。好，即个时阵我要来用即个图吼，可能看无啥有啦吼，因为即个大概就是整个即个德国的即个图吼，不要紧。我有一个起点，就是讲阮坐飞机，去到伫什么所在呢？去到伫遮法兰克福，吼，去到法兰克福，然后就开始吼，阮到法兰克福了，第一天就伫坐船伫莱茵河，伫莱茵河哇，足水的河吼，伫遐伫顶面食一道顿，大家伫遐来欣赏两边真水的一个风景吼，真侪古迹，真侪真水的山岭，有真侪葡萄园，吼，因遐生产足侪的葡萄酒吼。好，阮就去到伫普昂的所在，去到伫科隆吼，等下我就会用科隆大教堂的相片互咱看，这是足有历史，伫整个德国的旅行的点，这点是第一名的吼。一年有600万以上的人去参观吼，一日最少2万以上的人起跳吼。阮第一站真正去参观到大礼拜堂的，就是即间吼。阮有入去到伫内面，然后就北继续来行吼，到伫你安尼我想暗的看无，伤光看无吼。OK。到伫明斯特的所在，明斯特嘛是一个真重要的点，伫德国的历史内面，吼。牧师渐渐拢会甲咱来分享，就安尼一路一直行吼，一直行，到遮等于到上悬遐就是汉堡，是咱在食迄个汉堡的名吼，即阵呢到遮呢，其实拢无有马丁路德的路线，拢无总是我想讲奇怪，赶较去汉堡，来了解了吼，就是讲因为咱有一对的夫妇伫汉堡啦，所以上帝安尼安排吼，迄嘛毋是咱安排吼，就是拄好去汉堡，会当甲即对夫妇虽然时间真短，毋过甲即对夫妇有真好的沟通，伊嘛真欢喜。阮牧师要甲伊因要离开阮住的所在时阵。牧师特别有一个感动，讲你第一爱牧师为着你祝福的是啥物？哇！因就讲甲因的需求甲牧师分享，阮就会当伫遐甲伊有真好的一个祈祷伫即个内面吼。然后阮就落来到柏林吼，咱知影柏林就是一个东德西德的一个境界对无吼？东西德吼。一个境界吼，35年前因已经合一这是一个历史性真重要的一件代志。我等下你嘛会当看到相片然后来到伫德勒斯登开始，遮就开始有马丁路德的即个卡业所以牧师今仔日嘛会用德勒斯登遮特别的一个相片，甲咱来分享到土耳高加隆西这叫做。路德之家，个维滕贝格，这拢是，这嘛是路德之家
意思就是讲路德拢捌伫即个遮经过，住伫遐，也是讲遐就是修道院，伊伫迄在遐来献身吼，然后到伫托马斯即个所在莱比锡遮拢是图林根的一个境界所以伫整个阮去上界重点的所在就是伫即个附近然后搁落来遐有一个正指头下骹就有一个写图林根对无这是整个的一个境界到艾森纳赫哇，这个嘛是真重要嘛是真重要的一个所在然后来到伫科堡科堡遐有一个路德嘛，捌伫迄带遐有一个客厅所以阮有去遐参观伊在遐伊来翻译圣经写真侪注册，拢伫迄带遐然后最后阮就一直行一直行南一直行然后最后来到伫对到伫即个好达伫集中营阮有真正去看集中营遐所留落来遮个事这是伫历史内面咱所知影最后阮来到伫慕尼黑，后来就完成即个13天的路程等于是甲德国安尼坐足大年的啦问题是迄足大所以你就知影，阮一日坐车最少3点钟起跳，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足辛苦的对无？毋过为着要更较了解马丁路德伊伫历史内面上帝怎样使用伊，所以阮就安尼所有旅行社讲无人安尼在安排甲咱这牧师安尼安排，互恁行真足辛苦。毋过感谢主这个就是头前看到的，这就是科隆大教堂这间大教堂伫1248年起造然后伫1880年来完成，经历偌久？600多年632年你有法想象无？一个建筑物起造600几年几代咱讲30年一代好安尼就20-30代去所以阮伫迄带遐看即间真有历史的一个大礼拜堂伫迄带遐会当感受到上帝怎样透过教会、透过信仰来帮助德国也帮助全世界迄是伊的内部，搁伫外面安尼即摆阮看嘛，搁一寡在整修、在修建然后阮到伫明斯特的时阵，阮嘛有去看圣保罗大教堂这是真特别伊遐拄有市集伫外口阮感觉伫迄带遐嘛真特别阮看伫明斯特的一个会议厅，即个政府的会议厅边仔有一间教会即个教会顶面有吊3个人恁有看到无？伫即个时钟的顶面吊3个人恁敢知这是啥物货？这是历史的物件有时钟的顶面有吊3个铁笼，迄是啥货？恁敢知？迄是当时执政者、宗教的执政者无论是天主教还是神教当时的执政者对反对的人的刑罚就那解关伫铁笼内面有恐怖无？所以留迄3个在讲这历史这叫做什么宗教法庭嘛，对无？伫咱的历史内面知影有宗教法庭即个教宗有权柄要对这反无信对着因的人会当处因的性命所以阮看到这心感觉讲哇一个信仰需要是用安尼来表达吗？这个是真特别的然后阮去到伫汉堡，即间教会叫做圣尼古拉斯教堂。圣尼古拉斯是啥物人？你敢知？就是圣诞老公公啦。伊的圣诞老公公的名就是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即间
即间教堂呢，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拢烧甲哩啊吼。啊，所以即马犹原是废墟吼，啊，渐渐亲像有啲嘛无中建，就是有哪会当去你参观呐，吼。啊，毋过就是甲迄个外壳留落来，嘛伫讲这历史的情形吼。啊，因为伫汉堡因为真济的运河，啊，所以当时啊，汉堡伫德国的北边来讲是真重要的一个即个港口，吼，所以因遐有真济即镜仔看的吼，遐拢当时的仓库，吼，拢是仓库，咱就会当去想象讲哇，遐就足济船啊，会当伫迄搭遐，吼啊，然后迄天，阮就是甲咱的会友吼，李宗翰甲恩尼塔吼对无吼，做伙啊，伫迄搭遐因真欢喜啊，开1点钟的车啊，到伫阮住的所在，甲阮见面吼。可能咱无啥有印象去啊，对无？吼，因为因嘛离开咱遮已经真久吼。啊，因伫遐啊，感谢主啊，因为因太太的工作啊，所以有机会啊去到伫德国啊，然后啊，因先生就甲即个伊伫台湾的公务人员的职甲辞掉，啊，两个就去到伫迄搭遐。啊，因即摆已经有摕着绿卡，啊，所以因先生即摆会当找头路，啊，所以特别来求上帝帮赞，啊，互因伫迄搭遐的工作啊、生活拢会当真顺利吼。所以阮去的时阵，因真欢喜，讲哇，竟然牧师会当去来到德国，搁来到汉堡吼。啊，因为阮的行程拄好伫遐嘛是暗暝，吼，计透早就搁爱开3点钟的路，吼。啊，所以啊，阮就真紧伫迄搭遐，头半点钟甲因分享啊，来为着因祈祷。所以啊，去到汉堡，阮来较了解讲哦，上帝就是爱阮去啊，甲咱的会友啊，照着因即摆的需要啊，来为着因来祝福吼。啊，这是柏林围墙啊，当然是啊，上介重要的一幅图就是兄弟之吻啦吼。啊，这个兄弟之吻就是社会主义的领袖啊。照着因的风俗习惯，两个斟嘴安尼吼啊，阮去到遐就会讲去体会讲啊，当时东德甲西德的情形实在是完全无共款吼。我徛伫即边，这是当时的东德哦吼。啊，另外像的迄边爱有一个运河过去了，啊，遐就是西德，啊，西德就较热热，啊，东德就较落雨伫当时吼。啊，即摆当已经合一。就渐渐啊，甲即个差距又搁较近啦吼。啊，然后阮到伫德勒斯登啊，这是柏林大教堂啊，即间礼拜堂有够水的吼。啊，景仔规个拢是博物馆，足济个博物馆哦。吼，所以啊，阮去感觉讲哇，遮拢是足有历史的建筑物，啊，遮拢伫讲上帝奇妙的作为伫即个中间吼。所以然后啊，伫遐阮有去一间圣母大教堂，啊，即个圣母大教堂的头前就有马丁路德的一个雕像，我就真好奇啊，圣母大教堂毋是天主教的，对无？啊，较有头前阁有新教改革家的一个雕像呢，哇！我就感觉真好奇，啊，即个导游嘛沙无对无吼？我就去甲查一下，讲哦，原来即摆即间是路德会的教会啦。哦，所以即摆的伫德国啊，基督教路德会是上界大的教派，就亲像伫台湾，咱台湾叫做长老教会是上界历史有啊，上界教会是介侪人的一个教派安尼啦。啊，所以就是安尼，互咱较了解讲，奇怪啊，这毋是圣母大教堂啊，较变做是基督教吼，嘿，啊，原来是有即个情形吼。啊，我伫迄个，这就是伫迄个大广场哦，哦，啊，我听到一个街头艺人吼，在弹古典吉他，哦，我互伊吸引去吼，哦，你看这是大教堂，我伫遐录影起来哦，啊，你有听到这背景的声有无？爱的浪漫史对无？爱的罗曼史对无？哦，原来是这个这个街头艺人弹哈，吼对，啊，我就真好奇过去哦，嘿，啊，我就甲打赏，我感觉讲这看我感兴趣的弹吉他对无吼？哇，啊，我打赏，甲伊有偌欢喜，敢知？
看我打送互伊的钱哦，伊随靠我讲话啊，甲我问讲我是韩国人无？我讲毋是，我来对台湾来。伊讲哦，台湾赞，台湾赞，台湾赞。我是讲是看着钱赞，还是讲真正捌台湾的？吼，啊，无论安怎，阮出去就是爱介绍台湾嘛吼。啊，有影哦，即摆全世界，若牧师即摆出去看吼，到20年前我出去的时阵吼，你讲台湾无人知影是倒的吼。即摆真正是大家拢真肯定咱台湾，吼，所以真欢喜啦吼。所以我伫迄台遐，这一段你看有听无？这条歌啥物歌你知嘛吼？铁达尼号的主题曲啦。啊，你看后壁去一个人，你看。啊，这就是我所行过啊，第一站有马丁路德的一个记号伫这个所在吼，所以感谢主啊，这就是马丁路德啊，这就是伊的太太凯塔琳娜吼啊，伫我所了解的内面，凯塔琳娜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有真大的一个帮助吼啊，伊本来是一个修女，后来啊，伫这个伊看到教廷甲即个修道院啊，真正是真腐败啊，所以有一寡即个修女，因当时就阵倒离开即个修道院，吼啊，因厝诶人袂当甲伊斗相共，嘛袂当转去厝哦，若无因诶父母会互法庭甲因处罚，所以因无办法就求助别人来帮助因。啊，当时马丁路德有甲伊斗相共，啊，所以凯塔琳娜。啊，真侪人追求伊哦，伊真水，阁真智慧，啊，总是伊心内感动，就是伊干那要嫁马丁路德安尼啦，哈，啊，所以感谢主啊，透过这对夫妇，因对整个教会历史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啊，马丁路德影响的，咱后摆牧师会阁较难讲，我相信咱对安尼的历史的人物内面，会当看见伫上帝的心意内面。那行伫上帝的心意内面，啊，上帝会大大来祝福吼。好，所以今仔日开始牧师就要以马丁路德的即个论基督徒的自由啊，来用一个主题，甲咱做伙来分享。啊，然后嘛要继续甲阮所看见伊过去所留落来伊的脚业啊，甲伊的故事啊，会当伫即个中间甲咱做伙来分享啦哈。今仔较简单真紧就来讲过马丁路德。啊，伊出世伫德国的艾斯勒本，啊，伊是一个甲咱的赖总统相共的，伊是矿工的囝啦，矿工的囝吼，啊，家庭无真好，总是许大人足有心要栽培伊，啊，所以啊，伫14岁，伊就送去到伫伊的老母的家乡，艾森纳赫有无？哦，讲到咱就看到即个艾森纳赫的圣乔治的拉丁文的学校。伫迄搭遐受栽培，啊，即间学校真严格，总是所训练出来的学生拢是一流的吼。100年后，巴哈伊嘛是伊就是住伫艾森纳赫哦，吼，啊，伊嘛读即间列丁文的学校，吼，所以100年后的巴哈就是马丁路德的一个学弟啦，吼，啊，当然即马有因的纪念馆。拢是伫艾森纳赫迄搭遐，拢会当去甲看吼。好，所以咱看见伊18岁，伊就开始伫图林根遐最有名的艾弗特大学读哲学啊，然后到伫1505年，伊就成做一个硕士哦，有摕到硕士学位。啊，伊老爸期待伊会当继续读法律啊，将来。会读法律博士啊，将来会当做律师啦吼。啊，伊伫即个共迄年的时阵啊，伫7月初2，啊，伊要转去厝的时阵，啊，闪电势那真大，差点要互雷攻死迄个下面啊！爱心内伊就呼求伊老爸所信的、所倚靠的即个守护神吼，啊，就是圣安娜吼。
圣安娜，伊就讲圣安娜救我，我愿意救我，你若救我，我愿意成做一个修士，愿意成做一个神父修士就对2礼拜后，伊就真正照伊迄个时阵的感动所下愿，伊要入去伫当时上严格的奥古斯丁的即个修道院。因老爸当然是绝对反对嘛，毋过伊感觉这是伊对上帝的一个愿，伊就安尼来做，伊就安尼入去总是伫入去伫修道院的这段时间内面，伊对少年就对天主教的这教导产生真侪的惊吓。伊感觉讲这包已经做基督徒的若要做善做好到时阵也是爱伫阴府内面遐会烧遐堂家迄款炼狱的惊吓，一直互伊伫即个修道的过程内面走袂出来，一直走袂出来。伊感觉讲伊永远无法度成做一个上帝眼中的义人，因为上帝是义所以伊感觉一直走袂出来，一直走袂出来。总是无论安怎，伊伫1510年的时阵，伊去到伫罗马就是咱即摆所讲的梵蒂冈的所在伊伫迄在然后伊看见哇，教廷这腐败较会是安尼，甲伊所期待的应该是真圣洁的一个教会，为什么会变做是安尼？伫迄个时阵，伊足失望的然后伊阁爱爬迄个伫罗马的所在迄教会爱爬迄个埩迄个埩就是安那讲是耶稣行过的茶行爬一站就会当得到下面偌济安尼，就爱一直爬一直爬。总是伊伫迄个一直爬的过程内面，伊感受到圣经所予伊的圣神甲伊讲，义人是因为信来得到我，义人是因为信来得到我呢。所以这个一直互伊一直思考讲，毋是像教廷讲的，就爱买赎罪券的，你做毋好不要紧，你开钱买赎罪券，你的罪就赦免，毋免阁去地狱，毋免去阴府受灾难。对伊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冲击。总是无论安怎，咱看见伫1512年，伊去到博士学位了，伊受聘去到拄新建立的这个威登堡大学，伫在遐伫做老师，所以伫这个过程内面到遮，咱就会当看见，伫老爸的一个期待，总是伫伊的信仰内面有一个真大的一个冲击。毋过伊顺服圣神，咱就看见伊的一生，虽然年月无偌久，总是对世界的影响确实真巨大。所以咱愿求上帝帮助咱，伫上帝的计划内面，咱拢相信永远是一个美妙的。阿门。所以后礼拜要继续讲伊的故事然后也要对这个论基督徒的自由内面，咱好好来思考所以咱看见马丁路德伊的改革，毋是出自伊的本意，伊本来就是一个学者，就是讲因当时有即款的习惯，你若有啥物论述，你就会当公告，就学生教授会当看你做伙讨论，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习惯，总是无想到伊所提出的，成做一个改革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在哪里？就是因为伊相信这句话，这是圣经保罗所讲的，讲因为上帝的义伫这个福音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对神，伊到伫神，就圣经所记载，义人要因为神得到我。这是用旧约的话来证明保罗伊所讲的这个真理。所以咱感谢主。马丁路德就透过这款不断的反省，对圣经内面的一个体会伊就有安尼来写讲：我日甲暝拢在思考上帝的义的问题，直到我看出伊甲义人要因为神来得到我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无偌久，我就明白到，真正靠着上帝的义，就是上帝通过恩典甲怜悯，互咱因为神来得到称义，
来算做义。迄个时阵，伊感觉讲，我感觉家己已经顶头生啊，乐园的门为着我来大开，互我会当入去啦。哇！这个甲当时的天主教所讲的真理是完全无共款的。总是伊家己即款的体会，就互伊直接深深来了解。所以兄弟姊妹，咱透过马丁路德的反省内面，咱嘛求上帝帮助咱呢。吼，咱逐日读圣经、祈祷。咱有礼拜有参加小组，总是即个上帝的道，是毋是有活出来，互咱会当洗清咱的污秽无，会当帮助咱伫生活得到更新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款深深的一个体会。所以，伊在讲基督徒的自由是啥物？伫遮伊有在讲到，就是论基督徒的自由，就是讲到自由甲束缚。基督徒有伊的自由，总是因为某种原因，又得到束缚。即个伊用简单的两句话就讲出来哈。讲因为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是万人的主，伫万人之上，无受任何人的管辖的。总是因为爱，因为听，基督徒是全然顺服，成做万人的奴仆的，受一切的管辖的。哇，这是真特别咯！这毋是家己讲的，这是圣经内面所讲出来。圣经保罗安怎讲？讲我虽然是自由的，总是我甘心做正人的一个奴仆。佮讲，既然凡事拢毋通亏欠人，只有着用听彼此来相听。所以伊这个论说，这个真理的阐明。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提醒哦，所以伊安尼讲听的本性就是随时爱服侍啦。因为听这个人，就亲像互这个人所管辖一段样，甘心互伊管辖啦。我听我的某，所以我甘心为着伊，甲伊问讲，你会早起要啉啥物，要食啥物，有无？你今仔日心情安怎？哇，你用真济。伊若甲你讲，无你甲我泡一个咖啡咧，我就甲泡咖啡，对无？你甲我买一个三明治诶，我就去甲买三明治，因为出伫听，甘心乐意，对无？这是伫咱诶生活内面，咱所会当了解哦。伊讲基督就是安尼，敢毋是？伊讲基督就是安尼，因为圣经安尼记载讲伊本有上帝诶形象，却无掠家己甲上帝是同等诶，反倒拼空家己。取奴仆的形象，成做人的样相。阿门。伊讲有一个典范，就是耶稣基督，伊是尊贵的，总是伊甘愿做卑微的迄个。哇！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咱是尊贵的，是因为咱是上帝的儿女。阿门。所以彼得甲咱讲讲咱是受拣选的族类，是尊贵的一个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阿门。因为咱有这款神圣的身份，所以因为咱认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获得上帝予咱的尊贵，所以伫人的面前，咱是尊贵的，毋是咱的尊贵，毋是人眼中你是啥物地位，你有偌济家业来这定位，毋是。我所有的身份拢放掉了。我唯一的一个身份就是我就是上帝的囝儿，这是拔袂开的，因为我相信我是对上帝来，嘛是上帝所听的囝儿。阿门。是，这就是咱所基督徒真最尊贵的所在。那总是为着听，为着出伫听，为着出伫学习耶稣基督，咱是安那存心谦卑，看别人比家己较强。而且咱是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阿门。所以就是安尼，咱看咱遮的兄弟姊妹，咱遮的同工，因来伫教会就是卑微的工，因拢愿意做。为什么？为什么伊甘心做遮的？为什么因愿意互人差遣？因若伫社会可能是在差遣人的哦，总是伫教会因愿意做正人的奴仆，是为什么？因为知影。即出伫听上帝、听人，所以因甘心来服侍。所以求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看见。我相信
咱是尊贵的，总是咱甘心卑微。阿门。哦，这就是基督徒真特别的，亲像看起来两个是真有冲突的感觉，较会尊贵的，佮变做卑微的。耶稣基督就是互咱做上介好的典范。这是马丁路德伫个信仰甲生活内面，伊去深深体会。吼，那安尼咱就会当看见，为什么保罗甘心做正人的奴仆，佮鼓励基督徒，咱就爱做正人的奴仆。因为伊讲，既然我所行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要甲人同得到福音的一个好处。阿门。所以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讲我有领受到救恩啊，所以我卑微来服侍人，互人看见的，就是我背后迄个荣耀的十字架。迄个荣耀的上帝，迄个保护的上帝，通互因嘛，当得到即个福音的福气，这就是咱基督徒无安那不吝啬的基督徒所应该爱做的一件事实。所以咱感谢主，咱教会即马佫会当安尼来做，上街头传福音，咱毋惊互人拒绝，毋惊互人轻视，毋惊互人赶出来，咱永远勇敢，因为安怎，咱尊贵的身份，上帝的儿女是稳固的地位，无人会当甲咱摇动的。总是因为有这个尊贵的地位，咱有得到一个权柄，就是将这个好的消息福音会当传给别人。就是因为因毋捌，所以因会拜替咱。当有一个因捌的时阵，因就会甲咱相共款，勇敢上街头来传福音。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因为信基督，伫万人之上；因为顺服基督，屈家伫万人之下。阿门。哇，这是基督徒你我会当相信的一件代志。所以咱用谦卑的态度来传尊荣的福音。阿门。咱做伙来讲来，用谦卑的态度传尊荣的福音。阿门。就是安尼。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看见。马丁路德伫伊重要的关键就是1520年的时阵啊，伊有写三封的批信也好，还是讲书信也好，第一封叫做地德意志，就是德国基督教贵族的公开的信。伊伫迄搭遐伫讲教宗的权柄，敢有大甲安尼？教宗讲的话就圣旨，教宗讲的话就含圣经的话是同等。平即款的权柄，伊讲应该毋是安尼。那伫圣经内面看见的万人皆祭司，哇！这个理念对对来，对马丁路德来，这嘛是咱长老会一个真重要的教义。万民皆祭司，每一个人拢会当带人来到上帝面前，为着伊祈祷，为着伊祝福。阿门。这就是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内面伊所论的第二本就是教会比列伫巴比伦，伊在论圣餐。因为伫天主教内面，圣餐有包含7种的7种的事件，总是伫伊的灵顿内面无啦，只有洗礼甲圣餐，甲是上帝，甲是耶稣所设立的若无伫天主教内面，包括结婚嘛是圣礼。包括为着人抹油，为着临终的人抹油嘛是圣礼，包括伊忏悔，伊来告诫，迄嘛是圣礼，拢总有一件所以马丁路德因为讲无应该是这两件尔，伊用这个书信来伫论这个圣礼典的代志最后就是咱开始伫讲的，就是论基督徒的自由，就是论因信称义。基督徒有因信称义的自由，嘛因为听行好会无自由啦你一定爱行好，因为安那，因为你知影这是你所爱行的。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会当来慢慢搁较来了解牧师基泰伫伊或者论基督徒的自由内面一个主题，甲咱来做伙分享伫咱小组咱嘛当来讨论。我相信这会当互咱伫信仰内面，更加敲得到迄个信仰的规律在哪里，嘛会当帮助咱更较有勇气来将这个福音更较清楚了解，就更较有信心来讲明。阿门。所以咱感谢主
咱做伙来讲真理愈变愈明来，真理愈变愈明，福音愈传愈快来，福音愈传愈快。阿门。这就是牧师甲大家第一届哦，吼，即届第一届甲咱来分享，然后后礼拜要继续来讲阮的行程所拄到的嘛有一寡真趣味的事甲大家来分享吼。好，今仔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有一个新的领受哦。咱来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我对伫正人随往是自由，要顾将家己做正人的奴仆。为着要得着人哪做，哥林多前书9章19节，搁一届来。我对伫正人随往是自由，要顾将家己做正人的奴仆。为着要得着人哪做，哥林多前书9章19节，阿门。是上帝帮助咱吼，咱是自由的，总是咱出一听。咱甘心做人的奴仆来服侍人，互咱更加深信这件代志。好，这时阵咱要来做伙来用这条诗歌来回应。咱小慢声起立，咱做伙来用。合意，这声敬拜，领受基督世界的爱，阮上甲阮心心加添，感谢神圣
写较新的歌对无？不要紧，愈唱就愈会晓唱对无？哦，也透过安尼求上帝帮咱，互咱有当心意义，知影上帝呼召是无落空的，上帝恩典是教给咱用的。阿门。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一只敬拜服侍你，也多谢你，互你的牧者有机会去行马丁路德伊宗教改革的这个路程，也伫信仰内面，互阮更较明白对圣经的真理，阮更较透彻来了解，帮助阮伫生活内面活出真理的亮光，活出真理的快乐，也活出真理的见证来。多谢你祝福阮正兄弟姊妹，今仔日来到伫你面前的囡仔，因心内面所求所想的，主，你照着你美妙的安排甲祝福来应允，来祝福伫因的顶面。身躯软弱的，上帝，你互因信心宣告医治要到伫因的身上。心内郁闷的，有代志搅扰的，上帝，你开因的目睭。知影你伫引带因的脚步，多谢你听阮的祈祷，祝福阮永光教会，荣耀归伫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问请坐。兄弟姊妹平安。今日奉献的经文记载伫哥林多前书后书9章6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提醒咱奉献的原则，就亲像亚种，所种的一定会有收成。2年半前，我经历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透过我伫主日无间断的奉献，佮伫小组佮小组员做伙 RPG， 上帝赐予我一个买厝的稳定。有一摆，当佳瑜姐妹咧帮我祈祷时，伊宣告我会伫短短时间内底就买到家己喜意的厝。伫祈祷了的2天，学校的同事就招我去成功路看厝，而且迄个建案拄好有上适合我的较细的房型。我伫看厝的隔天，就随去落订。上奇妙的事是，迄间厝的头期款就拄好是我2笔拄好到期的储蓄险的钱。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就深深知影，这就是上帝的安排甲祝福。就亲像伫圣经内底讲，当5个饼2尾鱼去献予耶稣的时，有的门徒可能阁想讲，这一丝丝的物件是当做啥物？毋过耶稣上有正是物，祝福5000人，甲剩12人的碎片。这甲咱讲，上帝会当将咱的奉献，诚做丰盛的祝福。无较顺利的想，毋过我即摆的生活已经足困难啊，奉献敢会互我更加辛苦。毋过其实是，当因为伫困难当中，咱更加需要用信心去奉献。就亲像以撒共款，伊伫欠缺环境中，伊犹原选择亚种，这就是信心的表现。当咱甲神放伫第一位，而且信靠伊的供应，伊就会用超全的方式来祝福咱，满足咱的需要。阿门。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
我咱请亚伦，神学生来事工分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今仔日看到大家人做伙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咱事工分享之前，咱先来看咱今仔日的导读，咱用华语做伙来念。今仔日的这礼拜的主题是团契团契，咱做伙用华语来念引言来请。团契是指因着彼此拥有共同的志趣和目标，就互相分享及合一。就是团契就是指咱彼此有共同的兴趣甲目标，所以咱就互相分享甲合一。团契就是咱伫小组内面，咱互相分享咱的信仰，做伙伫信仰甲灵命内面，做伙鼓励，做伙来成长，这就是团契。阿免。好，过来伫今仔日下晡要召开意向传递会，伫富堂，所以请现任的中级铁三角同工，啊，佮有服侍即首长，拢爱来出席，拢爱来出席。好，这是咱的永光圣诞庆典的活动啊，这字对我来讲嘛足细。好，咱有足侪活动的宣传单哦，多谢，真好。好，咱有足侪活动的宣传单，包括伫11月30号伫咱的四合公园，咱有安尼报道的活动，咱甲中永和教会做伙主办的，佮有咱伫12月3号，咱家己永光教会咱的幸福小组的圣诞手作的活动，佮有较侪的活动，咱会当做伙来关心甲带导，嘛会当邀请咱的新朋友，伫咱的周报内面嘛有贴即个，谢谢。好，伫咱的周报内面嘛有贴即张圣诞卡片，咱会当摕这个来去邀请咱的新的朋友。好，顶面就有所有的活动的时间。好，咱邀请搁一个新朋友，就是因为咱期待有搁一个新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做伙甲咱组织，做伙甲咱敬拜。所以我相信大家人拢会认同信耶稣真好，对无？阿免吗？阿免。所以咱嘛爱甲耶稣介绍互其他的新朋友。好，下一张。好，这礼拜是幸福桌游的第3礼拜，所以咱看咱遮的相片，有做趣味的活动，咱嘛阁有新朋友一直参与伫咱活动内面，足感谢主，互咱继续用桌游安尼趣味的方法来传福音。好，咱继续6636，咱继续用 RPG 来祈祷，咱的为着咱的所领领的人，有1245个人。继续逐工摕因 RPG 来祈祷。好，12月1号是咱有领洗礼甲圣餐，所以咱若着有新的朋友想要来领洗礼，还是要转职的这个机会，咱着来甲会华干事来登记。好，若有报名的兄弟姊妹，咱着注意到这个时间，11月29号暗时8点，咱有这个课程。好，幸福手作，哇！这张相片看起来，互人感觉真欢喜。幸福手作，伫后礼拜日下晡有2场的这个体验营，就是咱的总召主持人等等组长，我咱先做一遍，到尾咱有真正有新朋友来，所以咱靠办法较顺利的来甲引带。好，咱就是我拄好讲过，咱11月30号伫4合公园。有圣诞嘉年华会，所以咱需要搁较侪祈祷的同工，就是咱有安尼活动，咱为着新的朋友，还是就是伫4合公园参与的所有的人，即新的朋友，足侪拢是未信者，所以咱有需要祈祷服侍同工，所以咱就来会员干事来报名。好，旅外小组加2组，就是。这2组拢是伫英国的旅外小组，11月开始，所以咱全地球几个所在拢有无共，拢有足侪旅外小组，咱拢为这小组来带导。
好，后主日咱新学生周安娜甲周阿伦要去到台中的两间教会来讲道服侍请安，就是为着台新的奉献主日来请安，所以嘛，请敬兄弟姊妹为着咱新学生的服侍祈祷。好，即礼拜是。有即个中永和圣诞欢乐城的祈祷的会议，所以若有参与的人，那会当做伙来祈祷。好，健康带导部分为着冯秀慧，求上帝保守伊伫身心灵拢会当得到恢复甲医治，阿免。好，咱今仔日有一个新朋友伫咱中间，林春愁对吧？好，有在位置上吗？刚才请你起立，我们给拍拍啊！好，欢迎你来。那我们咱的交台当中呢，咱来个交台，所以你会当摕你的物件，好，连摕你的物件，我有一个我有要来给你介绍我的教会，嘛有一个礼品要来送给你。好，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来，给他大声一摆，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咱这时阵，咱这时阵来唱这首诗歌。请牧师来带，因为我来弹琴，好。为着要互我有一个休困吼，所以伊讲伊要起来报告啦吼，所以感谢主吼。来，请兄弟姊妹起立，咱做伙来吟一条诗歌，彼此来祝福。主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信心来充满你，当当当热烈大好起来，上帝就好你，你的灵跟着你，你让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好上帝就好你。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有比的能力显明伫你手所做的工，嘛，互你身躯灵魂逐样拢正用，佮保守你的家伫伊的厅内面得到丰盛、平安甲喜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请坐咱今仔日敬拜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你甲你的家平安。